昂坪巴士站起步，經昂坪路到獅子頭南崖，灰路背清晰，途中遠望觀音山、石壁水塘，對面是花生石，從這裡下去石室隧道。今日主要來是爬獅子頭南崖。回望入口，進入石室隧道，穿過對面出口落舊鳳徑，回望石室隧道，下走至舊鳳徑，向今日要爬的攀爬線方向走。獅子頭南崖是有難度的攀爬，必須要有熟悉攀爬路線的領隊帶領下，否則容易卡崖。一個崖就有幾個難位，而且部分手腳位薄而消，下望難位。不直懸空感極重，手腳位又不好拿，下望上面又是難位，必須要有個高手徒手上去落繩，小心摸清楚手腳位。暫時輕鬆打個卡，逐攀上獅子頭南崖，再上就完成這條獅子頭南崖的傳統線。在崖頂前往花生石打卡，有石壁水塘襯托，亦可落石室隧道再拍一張。花生石，隊友說要還這幅難度高的高手中的高手線。盡興後接灰路上獅子頭山，途中遠望蓬壁石澗、大佛，回望獅子頭南崖方向，逐走灰路到心經簡林，灰路接上馬路，心經簡林往營地方向走，再接上法門古道，最後在石門夾散。